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那么这2礼拜以来，大家游玩会记的一个话题，就是弯道的囡仔要请什么年母。那么有囡仔饲囡仔，有影是无简单，拜托别人更加会担当。那么安全信用是政府来考察，安尼就万事 OK。 家长拢免办半项吗？今仔日专家好好来讲互你听。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平婉如文教基金會研發組組長李庭欣。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2位，全國托育人員協進會常務理事區宇平。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3位，立信基金会台北分事务所主任陈玉晶。主持人好，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第4位，康宁大学婴幼儿保育系助理教授陈丽珠。主持人好，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首先呢，咱就来看，尤其这个出养阶段1岁外囡仔和年母虐待死亡了后。 引起了社会愤慨。那么，儿福团体呼吁行政院爱设专职的机构，而且年母的厝内或者是外来中心，嘛爱有监督的机制。社会甲家庭署表示未来会来讨论。 37个带囡仔甲幼稚的相关团体做伙来检视最近几件虐待儿童的事件做不到的所在。有团体建议，目前全国家外送托的囡仔已经有到10万人，因过并无一个专职的机关伫咧处理，应该建议伫咧行政院之下增设儿童托育署。行政院底下并没有设任何一个非常专责的机构在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以至于很多。 这一方面的事情都要委由民间机构或者那个社会团体来协助政府来处理。大声呼吁袂当搁再减少任何一个囡仔，尤其是0到2岁囡仔，无有够的语言表达能力，互家长伫咧送托时阵无法度完全安心，因为托育中心伫咧109年开始拢设有监视器。 无视觉强化监督的能力，就参加会议的代表认为，不论是托婴中心、居家年母的照顾空间，或者是做起来中心的育婴室，拢应该爱建立监督的机制。能够真正安心，一定要有所谓规范一个真正的照顾空间，而且是要有所谓的监督机制。 就是他的工作场域，就是他的居家环境，所以很密切的重叠的一个因素下，那他要不要装监视器这件事都可以再讨论。上下市回应讲，目前现行有儿少福利促进委员会，所以是不是个另外要设立专职的机关，会搁再讨论。目前全国大概有500位访视员，若是地方认为有需要，会搁再增加。但是相关团体认为人力的量能依然无够，针对年母评鉴要有具体指标，而且要有淘汰退场的机制，希望相关部会会搁再检讨。记者综合报道。 咱他伫即个新闻大当中我看到一个重点嘛，监督就是政府的代志，因为过去呢，拢委托给民间机构，即马民间机构出代志，所以呢，政府你就要讲起来，你甲即个代志开喺卡只边，你来监督。那监督呢，要用啥物？用监视器。吼，即个我想要请教就听音吼。 你感觉这个逻辑对啊唔对，还是讲想法对，但做法必须要来斟酌。他说，这个社家属的这个咱的官员就讲啊，讲啊，伊这本队就伫厝的里啊，啊，你厝的要叫伊装这监视器，安尼对啊唔对啊？啊，这到底是不是正解？是邪解吗？还是讲爱有其他的方式来修这项问题？好。 拄则我嘛是看到迄个新闻片段的时阵，看到讲迄个大家即摆因为大家紧张嘛，紧张的时阵像进前大家就咧讲爱装迄个监视器伫厝内底。其实吼，阮一直咧想讲吼，阮会当理解社会大家看到这个新闻会惊会慌张。毋过其实阮想要讨论的是，安装即个监视器了后，大
代志就真正袂发生吗？其实咱迄个托婴中心，爱安装迄个监视器，这件代志已经有几啊档啊。啊，毋过这几年，咱嘛是加减会看到托婴中心嘛是会出代志，啊，伊嘛会看到遐影像，所以伊证明一件代志，你安装这个监视器，无法度真正去阻挡任何一个迄个。你若有心啦，我咱来讲好啦。你若有心，你真正要拍囡仔，其实监视器一定会有所谓死角。你若真正要拍囡仔，你会甲伊拖去可能去袂到的所在。所以对阮来讲，其实监视器真正毋是一个会当有效预防儿虐发生的一个机器啦。啊，毋过政府有想要担起这个责任，阮感觉是乐见其成，因为真正是爱国家的力量去甲。家长斗相共，家长家己无法度去判别讲谁是好，谁是歹，国家的力量一定要介入。组长，你的意思是讲，政府要扛起这个责任吼，但是我的问题是讲，王思昌鸡尾炮后头啊，大鸡不透透，那就是因为政府无法度每一个角落拢看到、拢做到，所以民间机构、社会力啦。我总是在想讲。咱这民主社会嘛，吼，咱的社会力、社会有力，民众才有自觉，知识才会提升啦。无万项代志拢塞互政府吼，迄政府是大有为的政府吼，就是大不为啦。哦，这是我的看法啦。所以我请这个诸位吼，会当来想看卖，就是讲，咱除了这监视器对，咱监视器可能毋是万能。那么无监视器了后。替代的这个机制是啥物？我要请教咱的这个商务理事。嘿，主持人好。其实我是认为讲，这个监视器确实无法度，去真正做到预防你要安怎去降低这个保姆虐儿的事件啊。其实讲，你若要预防，其实为伊的一寡相关的规定甲配套措施，其实拢有真大的检讨的空间，嘿。啊，佫真侪其他的物件。对，其实嘛是佫有，譬如讲，你访视人员，你访视的项目是啥物？你要安怎去看？保姆讲伊的虐儿无？吼，其实保姆伊的机制审查机制，伊安怎你来做保姆？为伊开始去，我咱就讲啊，迄个登记制好啊。咱讲法规，你只要有相关科系毕业，吼，也是你有保姆证照。哦，还是你有去上迄个保姆核心课程126小时，你年满20岁，你去登记，你就会当做保姆。你可能无一定有相关的迄个托育经验，还是你实际去带着囡仔的经验，你就会当做保姆。啊，你要安怎讲？要安怎去真正预防？伊无相关的经验甲能力，伊就会当带囡仔。啊，若万不伊在这伊带这个期间，伊若出代志咧，啊，你要安怎？其实这嘛是一个咱爱去。思考去想的问题，嘿。所以，你讲的意思是讲，实务工作真重要啦。真重要。要有经验，才通听我来带啦。对。啊但是伊咱伊嘛照步去考调这证照啊。啊，即摆目前咱敢有为即个拄啊考调这个证照的人，这申请啊，有这个实习的机会。目前相关专业科系可能因有迄个实习的机会。啊，那毋是咧？毋是都无。完全无哦。无，可能本身伊家己可能做老母，也是共带过囡仔，但是这个在人的啊，这就无一定啊。对啊。这要安怎讲咧？像我若石头去告着我讲，我来上126点钟，我嘛来考。对啊，考着证照，我就去登记，我就当做保姆啊。系啊，但是伊无带过真正囡仔的经验。啊，但是对我也无公平啊，我也无这个机制，我通来倒去实习。对啊，这就是一个问题所在啊。所以唔那是监视器的问题啦，吼。唔那监视器的问题。这我来请教主任吼，主任咱拢专门是唔是托育的，咱拢是咧做出养的嘛。咱咧做出养的过程当中吼，恁会注意什么物件？譬如讲，去到这个要受托育、要出养进前的暂时托育的这个场所，恁会去看到啥物？在你检讨起来看讲，这个咱就近咱即马伫最近发生这个 case，
你认为上关键的物件是啥物？我认为这个问题上关键的问题都是网络之间有没有合作的问题。就是说，像内乡我是合接收出养嘛，那即卖保姆拢有居托中心在咧服务，所以阮请保姆来照顾阮出养的孩子的时阵，那我们有没有跟这个居托中心的这个工作人员做互相讨论、互相了解，还是讲我发现啥物问题？因为阮所看的其实问题无共款吼。内乡即马做收出养，阮看是讲这个保姆甲伊有好好照顾囡仔无？因为唔那是身体的照顾，包含就是他生理上的照顾。快乐不？快乐不？啊，生理上的照顾。啊，居托中心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们在乎的是照顾空间，然后有没有符合相关的规定。主任，你小停一下吼，你甲观众朋友小小解是啥物寄托中心？居托中心就是居托中心，就是每一个因为基本上拢是爱合格保姆哈，都要加入这个居托中心。那居托中心呢，就是针对只要你每一个保姆你要带一个囡仔，伊就爱开始去访视，这个就是居托中心啊。每一个县市政府都有居托中心。是这个意思。对。但是恁咧双方面的联系吼，这个频率是偌久一摆，偌久一摆。其实每一个居托中心的做法无共款吼，每一个县市政府的规定嘛无共款，基本上一定爱符合法规啦，基本上一定要符合法规。比如说，如果有一个新的囡仔，那可能就会去较早去看，是已经稳定啊，可能就无较早去看，所以其实是爱看每一个囡仔的状况无共款，每一个保姆的状况嘛无共款。经过这项代志了后，你敢有认为讲无喏？即摆这法令哦，爱甲定较硬一些，袂当爱较硬，较硬一些，可以较频繁，人力无够的，尽快补充。你认为是安尼吗？还是讲规矩像这个？睇下新闻大讲，敢是去甲捉落去，讲看到就知。我是感觉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哈。我感觉敢是去嘛是，唔是真正是解决问题的做法啦。因为即马爱全部来看，到底保姆照顾的问题是发生什么问题，出养的问题是发生什么问题出养的问题的出养童的照顾，跟保姆照顾之间可以怎么样的合作？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最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就是讲这个细节要一项一项拿出来看啦。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保姆，很多人不想当保姆，很多人都找不到保姆，所以当我们定了，你即马厝你要带囡仔，你就爱有敢去去，你可能真侪人都无爱做保姆，所以应该是爱整个来看，到底问题安怎解决啦。好，对。李朱老师，你来看吼，这项问题，尤其是咱先针对讲最近发生的这个代志。人有的人吼，像顶摆恁的同事，咱的这个慧玲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伊讲哦，这就是啥物？这就是吼，这个托养的这个年母啊，伊无这个护理经验啦，吼，所以囡仔有当时吼掐牙啦、掐牙啦、安怎啦，伊无一定有这个知识。但我咧想讲，这126点钟的这个训练，难道就无法度？互伊有相当的知识，有通处理吗？还是讲顺延这个人就是歹心情、歹态度，就是要让囡仔来虐待死？到底应不应该爱增加其他的条件对着林母？老师，但对林母的这个品质保证啦，咱基本上用品质保证，然后不要说是监控，但是讲评鉴，对不对？基本上林母的品质这个问题但以这个 case 来讲，那这个保姆他在受训拿到合格证书的同时，伊基本上经验有够无？亲像讲，伊可能是以前踮咧幼儿园服务，
那无定是伊带迄较大汉的囡仔，伊较有经验，会走会跳，会晓讲话，会当甲因玩游戏。但是细汉囡仔咧，这保姆的部分伊就较需要一寡经验，亲像身体无爽快啦，但是囡仔有啥物会病痛，这拢需要讲爱看，然后爱知影讲安怎去处理。这方面百几点钟的训练，确实真正无法度完全拢学会到，而且当然课阮拢会排甲交交啦，上课的训练一定是拢有的。但是你讲经验上当然有当时都爱临床经验，真正带囡仔爱真正经验，所以讲法令来讲拄仔咱讲到法律的这个规范，法令规范的部分拄仔我有小可开讲一下，其实法令的规范嘛是有一寡无完全的所在。譬如讲什么？譬如讲咱以迄个收养的这个负责托育的这个保姆来讲，这个林母咧，那伊本身。伊一定是袂当有即款虐待囡仔的即款心理嘛，但是第一个就是讲法律顶悬亲像顶届迄个托药事件，托药事件我拄好甲英国啦、美国啊、新加坡啊，即几个国家的迄托药的法令的规定，我拄好前一阵啊过年的时阵拄好收集一些资料，有写一篇，这篇文章就发现讲美国、英国因。对迄个托药的规定写了真完全、真幼。例如讲，你一个要食药的单你爱食什么药啊？爱食偌济量，迄个分量、药名，囡仔的镜头是啥物？另外咧，佫当时爱食迄单顶悬爱有的字，拢甲写咧法令内面。拢写咧法令内面。直接写咧法令内面。对，你需要有同意书你同意书顶悬你爱写什么物件，这囡仔的名，拢写好死，拢写好死，对，拢写好死。安尼你唔免款起政府，佫幼儿园，大家去上脑讲，我爱生一张迄个同意书，这都是顶悬爱做的代志。咱的国家就应该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法令的规范，大家有通。会当知影安怎做，对，遵循落去吼。特别讲，你哪会遮无迄个出养啦，或者是评估会议啊，这寡会议有啥物人出席，对无？爱评估什么项目，咱的法令无写遐尔有，这嘛是咱的儿少福利保障法这方面咱本身去看法令的时候，我昨暗就咧查这法令，我想讲，那拄好甲咱找托药政策的法令共款。有一寡无够有的所在，因为你既然要甲一条性命咱即马讲为什么做保姆、做幼儿园，我们这些教保人员我们就是把一条生命交咧人的手中所以阮希望就是讲，迄法令你会当个写好清楚，安尼人会当真正照规定去做。第二咧，讲到这品质到底爱监视去无？那以我的观念。幼儿园拢有监视器，自从迄饲药的代志出现了后，拢爱监视器。你林母咧，嘛是咧顾一条性命，安尼有需要监视器无？我认为这大家会使思考看卖。另外就是讲监视器，你会使有时间，有一个时间限制。咱来知影讲囡仔有正常咧活动无？囡仔会走会跳，你上无知影伊的活动的情形，知影伊的生理、伊的心情，即寡情形会当看会到。但是呢，咱慢慢影响到迄林母因兜的私生活，所以这个监视呢，我是感觉会当有时间性的监视，安尼会当知影囡仔的反应。第三就是通报，这个通报的情形就是今仔日社工去访视，伊就发现讲有无正常的情形，林母歹互伊看囡仔。但是讲囡仔有啥物特别的情形跋着，但是倒位受伤，这通报的机制一定要马上进行。所以为法令然后甲规个品质的保证，甲通报，其实这环环相扣。所以为什么阮讲一个囡仔的照顾会遮尔复杂，就是为法令规范开始，咱就爱甲写好有，大家都有一个遵循的依据。较袂讲遮一个漏洞，遐一个漏洞。过来就是林母伊的品质，然后咱发生啥物情形，爱马上通报，政府就爱马上来查，安尼会当减少即寡虐童的事件。是，
主任吼，我是要来请教吼，因为恁也接触这个基督中心足侪届，你敢有看过，还是经验过讲，即有影即个歹心型的，就袂晓带，啊，佮讲虐胎，免甲讲虐胎啦，就讲带无好的，恁拢通常拢安怎处理？甲纠正，还是讲袂使？恁哪甲带转来？恁有啥物机制去？我咧讲纠错啊，这毋对代志，咱甲纠正。咱法令上有完备无？吼，这头一个。第二个就是讲，咱啥物机制去甲讲，哎，你袂使，我有这个权利甲你提转来。居托中心的问题可能爱请教平安有基金会吼啊，我就内向阮接受出养童的这个部分，我来讲一下。因为阮用保姆的方式来照顾出养童嘛，啊，我哪有发现讲啊，这个出养童，其实老师讲的都是，有的保姆是伊较会晓照顾较大汉的囡仔，有的保姆是较会晓照顾细汉囡仔吼，像2岁以下的小孩跟2岁以上的小孩，那个照顾方式是无共款的嘛吼，啊，所以阮也是发现讲，这个保姆，阮感觉讲伊在细节上面照顾的不是很好。譬如讲，因为他是出养童嘛，他接下来要离开这个陵墓，要去到那个收养被收养嘛哈，所以我们就会特别要求我们的保姆公，你都爱特别跟他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好，因为让他能够至少虽然是短短的这个时间，你嘛是爱跟他建立依附关系啊，我们专业上叫依附关系。那但是有一块保姆哈，不是那么在意这些事情哈，他就会只是给他吃啊，只是给他喝啊，不是那么会愿意跟他玩，然后愿意跟他讲话。那这个我都会改讲讲，啊，你这个爱调整。哦。嘿，啊，你也无调整哈，阮可能就会观察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就会换保姆。这个依附关系吼，你会当讲互观众朋友来了解，因为真侪人像阮这少年朋友毋捌生养囡仔吼，什么叫依附关系？啊，这重要性在哪里？哦，简单讲就是讲吼，你爱互囡仔感觉有人咧疼伊，有人甲疼，有人甲疼，有人爱你，你有啥物情绪，我拢会知，然后接触，然后让你知道说，我知影你即摆巴肚枵，我知影你即摆生气，这个就是我简单讲啦，这就是依附关系。啊，这对日后伊要来出养的家庭有啥物帮助？伊有好的稳定的这个依附关系，他去到收养家庭之后，因为他环境已经变换嘛，他去到收养家庭之后，做这收养的北部来讲，他比较好重新再跟他建立关系，要不然这个经验，要不然他会很难，伊就真歹甲新的人都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所以这对看起来有呢，嘿，所以出也是安尼啦。啊，但是这难道是5分钟恁就看得出来吗？阮的保姆每一天拢爱写宝宝日志，吼啊每一个礼拜拢爱传囡仔的相片啊，然后影片啊，互阮看，所以我们就会从这些蛛丝马迹去了解这个泥木是安怎照顾囡仔。哇，啊这安尼恁一个人来看几个？一个人爱看10几个。一天哦。唔是讲一天啊，我是讲，阮差不多一个社工，一个社工爱负责差不多10几个案件。哇，这真没命咧！我这人力真吃重咧吼。其实囡仔的照顾是真细腻的哈，像就这讲着讲，你也真正要对伊好，还是真正要对伊歹，其实拢真紧。点点滴滴呢吼。对。哇，这无穷无尽的哈！来，你要请教咱的理事吼，你家己饲囡仔、带囡仔的这个经验吼，你要分析讲是安怎？因为我头仔吼看到一个论文啦，这论文写啥物呢？讲2011年到2020年5月，这个之间吼，伊有108笔的这个虐待事件，这内面吼。109个受害者，但是这加害者吼，
不分有经验无经验，啊有诶老鸟诶，哦，拢无一定呢。啊，这到底是什么心情、什么机制？我要问这个意思是讲，就你诶这个讲述的经验来看，咱如何要来判断讲，一定阿姆奈袂使，哦，一定会入台，还是安怎？这真正无啥物通好，有啥物物件有通好来监察安尼呢？其实新闻的伊这数据其实嘛是爱分啦，因为伊有的是合法保姆，有的是非法保姆。好，那非法保姆的部分呢，其实伊就较无受到政府伊的规范嘿。从因为有登记的合法保姆来讲，阮逐年拢爱修18小时的在职课程，逐年阮的育儿知识，阮拢爱定期的更新，阮拢爱去上课。好，啊，阮嘛有爱上迄个基本救命术，好，啊，这拢是固定的，好，啊，政府嘛会派居服中心伊嘛有访视会来甲阮访，就是访阮托育状况，好，啊，有啥问题嘛会当甲因讨论来甲因讲，伊嘛会互阮协助，嘿，啊，你要讲要来预防讲即个保姆会当敢有可能会去虐儿，其实这要出来时阵，保姆你家己本身，因为政府伊本身嘛无一个较具体、较详细的迄个法规嘛，拄仔老师拢有讲，其实无。那变保姆你家己爱知影，你家己爱去想讲你的能力甲大，你的能力甲大，你敢有譬如说我刚拄仔讲的，你新手保姆，你目前你拄仔开始你无迄个经验，你着莫先一开始你就共带24小时，因为你无迄个经验，你会当为半日托，还是零托，还是日托，你先豆带，你先累积你的经验。啊，像咱即摆发生代志的即个保姆，伊其实伊登记，伊的登记是111年11月10号，但是真正开始拖第一位托儿是在去年4月。哇！啊，等于伊就是一个无经验的保姆啊。啊，但是阮有去查儿童及少年寄养家庭工作指引，伊的规定讲，你要收养伊是属于专业寄养的部分嘛。那你要收养，你爱在取得保姆技术师证，你该有2年以上的托育服务经验。但是伊去年才开始托育啊，伊无慢。啊，这个无合格啊。对啊，啊为什么会找伊咧？啊，伊无经验状况下，你阁无符合这个规定，啊，互伊来去出养开这个囡仔。啊，发生啥问题？安尼你这边安怎讲咧？系啊。哦，基本面咱当然爱照顾了，是讲法令上上无爱遵守嘛，吼。对哦。啊，我咧看就是讲，伊这内面研究就讲哦，真侪囡仔真恶带啦，就歹带的啦。其实这嘛讲到一个即马大环境的这个问题，因为一个囡仔伊差不多6个月，吼，甲1岁半到2岁之间，其实阮常咧看，就是在1岁上下，就是分离焦虑最高的时期。所以有现在足侪连母也上介意带拄仔出世1个月、2个月囡仔，因为你自细汉你开始带，伊袂有迄个领人的问题。嘿，那你若讲，如果因为即马拢双薪家庭嘛，啊有的爸母伊就可能想讲，家己先带半年育婴假。啊，了后再有连母带，也是去托婴中心，那变做的可能考验阮的能力，吼，因为伊可能都有分离焦虑，啊，难免一定会考，啊，加上即马少子化，其实足侪爸母拢对囡仔会较关怀，会较重视，嘿，那就爱变做讲看保姆伊家己本身的专业能力，伊安怎去克服囡仔分离焦虑的问题，嘿，啊，搁有来自爸母伊拄开始带，大部分新手父母伊一开始带的时阵。吼，会变做讲，教养带法无共，吼，啊，可能唔敢咧互伊哭，啊，唔敢咧互伊哭，从阮带起来，阮会变做痛苦的。挑战较大嘛，莫讲痛苦啦，啊，着挑战较大，阮得爱想办法，要安怎去甲爸母沟通，去克服这个问题，帮助这个囡仔会当尽快适应一个新的环境。啊，你若要讲出养囡仔，迄个问题更较大，因为伊的家庭可能甲一般。伊拄着状况就无共款，对，啊，伊搁爱频繁的转换照顾者，所以这对保姆来讲，是毋是搁爱找爱较有经验的保姆，伊才有法度去处理这个问题。系啊，你若找一个新手，你得会变做讲伊在有困难的状况下，啊，伊会当帮助伊的帮助伊的单位是安怎去帮助伊。
啊，搁有所以即马其实政府单位啊，去风风，因就重视阮保姆每一个人的情绪转换，所以在职课的时阵，因拢安排这课程，互阮去抒发阮在托育上可能碰到一些情绪问题，伊给自部分保姆因安怎去引导你的情绪的出口，带囡仔难免的，但是你家己爱知影讲，为什么囡仔今仔会发生，就是伊的是要哭，伊要创，你家己爱知影。你爱用你的专业去判断，你家己学着专业知识去判断，囡仔为什么囡仔会安尼，你自然就袂去想讲啊，会去有迄个情绪囡仔哭，因为这真正是带囡仔难免都会碰到的问题，系啊。是，这听起来吼，咱四位讲的吼，我就感觉讲，咱台湾实在是真赞的文明的国家啦，逐项拢想到啊啦。吼啊，有做这保姆的这个、年母的这个情绪的转换啦，也是吼，安奈见歹一阵仔就发生，一阵仔就发生啦。吼，到底是人力不足？咱去摆甲听欣咱来讲，到底是人力，但拢话补充啊补足，吼啊就无代志啊。法令甲改就无代志啊。也是讲，其实是家长家己思考上爱改变，也是啥物问题？咱尤其你在基督中心看得足济吼，你感觉根本上的问题是啥物啊？好，我嘛想要附和一下，拄则老师佮有主任，啊，佮有咱迄个理事讲到的。其实啦，我感觉是安怎明明即个年母，咱讲开即个案件，年母无合格，看起来无合格，啊，搁要互伊。其实伊反映一个问题，就是真正即摆年母愈来愈歹找。啊，你搁有一个紧急安置的需求的时阵，你就只好即个选择就变做做将就的。你先求有再求好，我先找有一个家，互即个囡仔会当去住，啊，我倒来慢慢找一个品质搁较好的。所以人力即个问题，年母愈来愈少即个问题，其实真正足严重。第二个，其实大家拢讲到，即摆所有的合格的年母拢爱受到居家托育中心的管理。啊，大家拄仔就咧讲啊，明明有管理，啥代志搁会发生？我非常赞成拄则老师讲到的一件代志，就是咱即摆法律啊，伊基本上有定较严重的行为袂当做，譬如讲啥物超收，你一个年母会当收4个囡仔，你若收超过5个，这就是明显的超收，伊就是高风险，政府就会随处理，啊是讲独留囡仔，就是你家囡仔一个人放伫厝内底，啊你出去，这种足危险的，这种政府有明确讲这袂当做的，啊若居家托育中心的访视人员去访视看到，因为即摆阮拢袂先讲嘛，所以基本上有较侪机会当看到这种违法的事件，你若看到就会当处理。啊，毋过咧，有啥物代志是无讲好清楚的？其实有足侪代志，政府拢无讲会当做还是袂当做。譬如讲，阮常常咧处理，大家应该拢知影，囡仔即摆咧困，啥物姿势上安全？你就是爱互伊仰睡，袂当互趴咧困。较早咱的阿公阿妈拢会互咱趴咧困，因为你爱顾你的头型，头壳爱安尼圆安尼。啊，毋过其实后来有足侪研究拢讲，互囡仔趴咧困，这件代志是非常危险的。啊，毋过即摆敢有人咧做，嘛是搁有。啊，阮访视人员看到的时阵，阮就会甲讲，这足危险。啊，毋过话年母就会讲，家长嘛同意，家长踮厝嘛是安尼做，刷落来，我带囡仔带20档啊，拢是安尼讲的，拢无发生代志。第三个，政府无规定袂使。所以，阮看到这种问题、这种状况的时阵，阮的访视人员，伊真正足衰足可怜。阮的访视人员真正足可怜。阮一个人爱互出去，真正互出去。我正经嘛有互出去过。啊，立新的主任拄则有讲，因一个人是10几件，大家就感觉足重啊。阮一个访视人员爱看60个年母，啊，60个年母一个人带2个囡仔就好啊。阮一个人爱看120个囡仔。啊，这种问题，你若无法度马上处理，这个问题就变做这个访视人员，伊要定去这个年母因兜。我可能1礼拜去，我可能过3、4个礼拜，我搁爱去因兜看一下。即摆经过这样，就一讲提心吊胆，对，无困袂去呢。你搁爱打电话问讲啊，我顶下甲你讲迄个行为，你敢有改啊？啊，毋过因为即摆政府拄则讲的，家长话可能伊的教育的迄个心态嘛是。到家长无上课，伊就毋知影这可能是危险的。啊，年母嘛感觉哦，啊，我的经验足济啊。第三个，政府的法律写甲无够有，一个照顾上迄洗身躯上危险的，洗身躯啊、食饭啊，还是讲困，这3项代志其实是足危险的。
定真侪意外，就是发生伫这三项内底。啊，毋过政府即摆拢无针对这3项讲清楚、讲互明白，讲这到底应该安怎做才是安全的。因为伊无互阮即个武器，无互阮即个工具，无互阮即个规定个标准，所以阮的访视人员干那会当用阮主观的判断去甲讲，安尼足危险的，啊搁甲迄新闻印出来，你甲新闻印出来互伊看，伊搁会讲你甲我唱衰，搁互伊骂，这真正是足歹做，足困扰，足困扰。啊，毋过你讲阮的工作人员敢有能力去发现风险，真正有。拄则阮遮的拢是发现风险，啊，毋过即摆的状况就是，阮看到风险了后，阮敢若会当放即个未爆弹伫遐，啊，毋过阮的政府无互阮没有给我们工具啦，公权力也没有办法及时的介入去甲伊拆弹，系啊。这除了法令改变，他都要听伊咪啊讲啊，家长嘛应该来上课吧？哦，老师，家长嘛应该来上课，到底这个。一般这家长吼，其实有诶分做3种啦。一种是我等咧好老师来处理啊，我等咧年务来处理啊，是安怎？我就要过去上课去学，吼啊！咱这文明国家，啊，恁这政府拢大有为，政府恁来处理啊。我相信真侪家长拢想讲，我用钱是主啊，你都爱甲我处理就好啊。啊，这到底是安怎来？要安怎来改变这种心态？哦，讲到这家长的亲子教育吼，其实这方面，每一个家长其实要结婚之前嘛无上过课嘛，吼，对啊，所以嘛是结婚了后，有囡仔，才开始学安怎做父母，吼啊，对家长来讲，有当时伊是遵循古法的，吼，但是照书养的，吼，还是说给他自然的长大，其实每个每一个家长伊的想法确实会无共款吼啊，但基本上吼，特别做一个父母哦，咱但是会当为囡仔来设想，我相信这个父母一定会是真合格的父母。啊，我嘛基本上嘛建议家长吼，加参加一寡专业的社团成长啦。因为真侪父母拢会从赖群组啦，吼，但是一寡专业的，亲像热心啦，啊个彭婉如因家吼，拢有一寡成长课，吼，啊其实阮嘛希望讲，亲像阮校家己有一寡推广教育课，啊这拢是家长会当参加的，吼，但是讲家长伊感觉家己有需要。吼，上基本就是伊爱先感觉家己有需要，啊，伊才会来上课。我相信一个观众朋友若看咱节目吼，应该会产生需求啦。但是吼，老师你会当甲咱讲一下吼，你有互阮一个叫做托育媒合平台啦。是。这个物件到底是啥物？我相信真侪人都唔知哦，真侪人宁可吼伫赖顶头凊彩4个5去找迄种民间呢。我唔是讲民间咧无好啦，是讲。啊，政府就有啊，政府就有这个物件，啊，应该讲互大家知影。嘿，这个平台是卫生福利部伊所提供互大家吼，要去找妊母的时阵，啊，伊会当为你所住的县市吼，啊个你需要倒一种的妊母吼，但是要准公共托育中心啦，吼啊，但是要什么时间，吼要规工的、日间的，但是要临时的、半工的拢有，吼啊，囡仔是什么款的情形，吼普通的囡仔，啊，但是有讲特别的囡仔，吼，亲像有的囡仔是身体的障碍啦，但是语言啦，顶头拢分啊，就分就有的，对，啊，所以伊这方面哦，都是提供大家会当找妊母的一个平台啦，吼。啊，你找啊了，伊这是全国性的，吼，啊，会当在恁兜附近无？啊，这无一定。啊，佫有会当来处理无？嘿，有会当来处的，嘿，伊这妊母就是有资格合格妊母，啊，拢会在遮会当公告出来。啊，要去送个妊母遐，啊，但是妊母来恁兜，这拢有。啊，但是呢，就亲像拄仔讲到的吼，就是讲咱即马有看到妊母的资料，啊，但是呢。倒一寡妊母，伊有无合格的行为，这无公告甲遐尔。嘿，对，啊，你普通时啊嘛找袂到。啊，这要安怎去倒去找？因为参像幼儿园啦，因为我拢会甲幼儿园做一个比较嘛，吼。幼儿园阮特别互学生啊去实习的时候，阮会查讲即个幼儿园有发无？对，有互人发无？吼，有违规记录无？这一定拢有公告。
网络一查，要倒一间幼儿园，你拍入去，马上查会到。嘿，但是林母这方面的资料吼，其实讲实在无遐尼公开透明。这还佫真侪工课通好做。是啊，所以你都要讲的吼，人力上的不足，不是能力。保姆的能力是一个品质问题。那公部门单位或者是民间机构，这个人力人数上面确实非常不足。老师，你认为人力不足吼，是因为这个科无够，还是什么价值观的问题，还是科无够？这两方面其实拢有啊。嘿，我讲一个上实际的例子吼，阮即马培养毕业的囡仔吼，拄仔嘛甲来宾分享过，讲阮的囡仔以五专毕业来讲，吼，阮的幼保科毕业的学生啊，有一半因会去做教保员，吼，另外差不多四成外吼，因为外口已经有工课啊，比起来伊以前打工做过的工课，佫了解，薪水嘛是差不多，所以伊有当时无一定就真正行入即个幼教行，对，无一定行即路。过来咧，咱行即路的学生内面吼，阮五专毕业的20岁囡仔，伊真介意去做保姆，因为教囡仔迄上单纯的饲恁，毋免讲甲伊讲足侪话呐，甲顾好，甲注意伊的生命现象，伊的生理发展，这拢是阮学校有教的。所以以囡仔来讲吼，因其实行即条路，都是爱有爱心，要有耐心，这是上基本的。而且伊会当忍受囡仔的哭声，伊听囡仔哭，又当甲听到音乐同款啦。这真困难哦。对啊，伊就知影讲要安怎带，所以阮的课程内面吼有一门课，就是爱带迄会哭的迄个电子 baby。伊爱带一礼拜转去有婴仔哦，迄婴仔就是内面有装 IC 吼，伊会模拟反应。你若无甲顾，伊巴肚枵的时阵，你无饲恁，伊就叫爱几暗，伊无分早起暗时的，都是真正一个迄电子娃娃。囡仔暗时巴肚枵，你嘛爱甲饲，饲咧，伊佫会感应着讲你会恁，你的迄个奶瓶吼，无甲拄着迄牛奶，无甲无斟酌，无斟酌，无输着，所以迄 IC 拢会感测。然后暗时嘛困，困到吼，你是也来上课的时阵，老师我昨暗拢无困啊，我昨暗咧顾婴仔。所以老师，你认为到底一个教保员，而且是像年母吼，上无薪水，应该比即马提升偌济啊？这实在即马就歹讲，因为即马迄个最低基本薪资嘛，一直咧调。一定条管嘛。你叫一个，我小来问咱理事，看爱加薪加偌济，你感觉？对，迄薪水爱互人有感觉吼，我感觉这是真歹讲啦，但上无吼，咱会当互这个付出，甲你的收入会当打平主要就是讲大环境啦，咱规个大环境上面，即马林母呢，基本上已经到38500以幼儿园啦，咱教保员来讲，基本的薪资已经到3万8，嘿，3万8啊，政府已经提高到3万8，因为保姆呢，基本上伊的薪水，无甲遐悬，无哦，对无，嘿，哇，你是你讲，先和你讲嘿，我就来讲阮苗栗好啊啦，因为我是住伫苗栗的，阮苗栗收托一个囡仔，一个日托10小时，佫有分区域哦，因为我住伫地南嘛，地南的区域就是15600块一个囡仔，10点钟，才安尼尔。我还袂起来，15600块。对，就是安尼尔。这有人要吃？应该讲，因为伊是带10点钟，是带10点钟其实咱卫福部其实有统计啊，虽然讲保姆上侪当带到4个，但是你平均一个保姆目前才带在1.1，我若无记错就是1.12。咱平均大概2个囡仔，一个保姆平均带2个囡仔。你要安怎讲去带到4个？毋是每一个保姆拢会当带到4个。系啊，因为大家拢会想讲虽然讲一个囡仔15600，你带4个就偌济，大家会安尼想。但是阮爱开的时间甲压力，佮有阮的专业是比别人去较济。就敢若我拄仔讲的，阮若其实
自从政府鼓励双薪家庭啊，搁有迄个育婴假，政府吼开放育婴假了，阮定定收到的，其实较侪拢是可能5、6个月、7、8个月，就甚至1岁来嘛，对。但等着增加阮的迄个托育挑战甲难度，嘿啊，如果说今仔啊，比如讲我来讲，我是带3个，我搁伫其中我拄啊搁带着一个特殊的囡仔。哈，伊是癫痫的囡仔，嘿，伊有小儿癫痫。啊，你若讲带我带迄个癫痫的囡仔，我带伊一个，等于我带2个囡仔的迄个气力在伊身上。啊，有甲加收钱无？无，共款迄个介绍，无法度，因为政府就规定你袂当巧立名目啊，你袂当家长加收钱啊。但是我其实是开较，就是爱开搁较侪气力。老师，这法令会使改袂？这是会使啊，基本上阮。即马根据的标准吼，拢是政府公告的，嘿，政府会当公告。哇，这应该我来改吧，大家应该有赞同啊。这个等于照顾一个，等于照顾2个呢。对啊，你爱开。万不然呢失角擦嘞。系啊，你就变做爱较注意，而且因为伊本身的状况，啊，伊阁有淡薄仔发展迟缓，嘿，所以你变做爱开搁较侪迄个专业知识甲对待，爱甲看教，嘿。爱去看看啊！我毋是干那带一个嘛，我阁有带另外2个囡仔，我袂当因为带伊，我就去无即个忽略迄2个囡仔啊，共款爱斗阵带、斗阵教，嘿啊！但是我的钱嘛并无较侪啊，无啊，共款嘛是安尼啊。哦，所以政府已经规范讲，你就是15600块。对，伫苗栗来讲是安尼。其实。各县市因每2年政府规定每2年都审过一次，无共款，伊物价指数无共嘛，对啊，啊家庭可支配所得嘛。整个台湾到底是咧物价是咧差偌济，敢有差到遐价个？而且阮这薪水哦，我讲的这15000人，阮是经过几啊年才个进前拢是15000年哦，阮是经过几啊年才争取到减600块。系600块尔。哇，真正讲到钱就咽气啊！来，主任，恁敢有钱的问题，人力甲钱的问题？拄则讲到林，我是感觉讲专业品质你也要提悬，其实相对的薪资福利应该是都爱提悬啊。所以我是感觉讲，那是下岗啊，你家的专业人员，我们如果真的要把一个孩子照顾好，在混人啊、相关的培训啊、制度如果都完整，那我觉得那福利应该就要提升了。啊，这头一个、第2个的时候，一开头我就讲了，就是讲到底这项代志是政府拢爱担起来，还是讲无喏？咱爱继续信任咱社会 NGO 团体，和这个社会力，吼，会当继续持续致使着民间或者一般的民众意识上会当提升，你认为呢？对，一开始即么讲到这，我也是感觉讲政府伫囡仔的照顾顶面，确实我感觉确实爱承担较侪责任。啊，毋过我安尼讲，毋是讲民间的团体就拢无责任，我的意思就是讲，他还是要承担多一点的责任，包括刚刚讲的法规的制定、制度的制定上面，它一定是要。但是制定下来之后，怎么样跟家里民间团体安怎做回来合作？我感觉那是真正不。但是现在的政府比较多是，没法规制度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多完整的地方啊，出问题的时阵啊，大家就是互相推来推去。我觉得这是我们要一起承担的责任啦。对，那主任，你感觉咧？这代是法令、人力啊、民间团体啊、政府，因为中间还佫有监督的物件嘛。咱一开始就讲啊，无就监视器咧，就规个拢处落去就对啊，变做敢若中国安尼，大家拢一个监视器，安尼就解决吗？感觉看起来嘛是无解决嘛。那么到底这要安怎铺排？民间机构、政府。啊，民间机构啊，政府之间是毋是还佫有一个监督机构？还是讲无咯？咱 NGO 咱家己有自律，甚至咱
这个年务，咱的团体协进会，嘛有一个自律的团体，会当定期来做自我检查、自我更新，这是安怎一个铺排？好，其实我是感觉讲吼，虽然我头前讲政府爱有迄个承担伊的责任啊，毋过其实我讲民间团体就像主任讲的，其实我感觉政府甲迄个民间的团体，其实应该是爱合作啦。就是讲，阮有人，阮有知识，阮有经验，阮会当去做即个方式的迄个辅导。啊，毋过你政府爱互阮支持人啊、薪水啊，也做是讲法律遮的工具，你爱子弹爱帮我准备好啦。啊，阮民间团体，阮去执行，这是绝对无问题。因为我感觉基本上即摆囡仔是大家爱做伙顾，咱常常咧讲的，阮常常咧讲的就是囡仔就是爱全村的人做伙来饲啦，再做伙来摇饲，这是即摆的需求啊。我感觉拄则讲人力的这个问题啊，我感觉我最后想要补充一个，就是咱保姆就伊较特别，伊家己就是头家。阮最近咧做人力招募的时阵，我感觉保姆就像一个加盟体，你爱加盟，啊，你加盟的时阵，你会办加盟说明会，甲伊讲你的这工具爱安怎准备，你的环境爱安怎准备，即摆遮的物件拢无。所以我是感觉政府若真正有重视这人力的需求，其实应该爱甲这部分甲补起来。你得爱教遮的有心想要做这个工作的人，互因知影伊爱安怎入来入门就对啊，爱安怎甲阮兜的厝准备又好，啊，我爱安怎铺排我的照顾流程，我爱安怎接案。这其实是即摆有的人想要做这个工作，啊，毋过伊卡伫遮，伊无法度入来，因为伊毋知影要安怎入来。阮观察到的问题是遮。但是我安尼综合嘛听起来吼，我感觉爱做的代志足济，法律的成本爱修改，吼，监督的机制爱加强，法令还是人力，啊，就牵涉着讲，牵涉着讲，哦，这整个成本加的，我想像李书你安尼，你一个囡仔上无爱收25000，才会得的啊，对不对？啊，这变做25000，啊，家长就讲啊，袂使呢，我有法度，后来还是爱政府落去来支持。你敢是安尼？我感觉应该去爱去分工吼，你譬如讲我拄好我带着一个特殊的囡仔，你若保姆愿意带这个特殊的囡仔，其实是真难得的。你政府应该爱予伊一寡支持甲奖励，啊，搁有会当讲去看保姆，因为其实阮保姆逐年就是阮的访视人员因遐拢会记录，即个保姆伊平常的托育状况是安怎，吼啊，但是阮保姆其实伊无一个评鉴机制，也是安怎。如果讲即个保姆伊平常的托育状况就是拢最好的，吼，啊，你嘛有相对伊的年资甲伊的专业程度。是毋是应该互这个保姆引动伊的迄个薪水报酬，还是互伊一寡奖励？会当搁调整？对，会当搁调整嘛。你莫讲甲所有保姆，因为其实即马保姆就拄仔我讲的，啥物人会当做保姆，所以伊的素质其实参差不齐啊。大家食一卡是毋是应该爱来有一个分层管理？要有一个，嘛毋是讲分层，你爱有一个分界，你要安怎去互这个保姆去？第一批保姆，咱会当互伊去辅导，互伊去加强，要来甲伊帮助。第一批保姆伊起来。吼，伊起来有迄个专业，你爱留住人才嘛？你是毋是爱互一寡诱因甲鼓励？嘿，你莫讲规个保姆全部一致化，嘿，啊你对用心的保姆，伊就刚刚讲，刚刚拄仔讲的迄个阮的收托费用，伊就是一个天花板啊。啊，你干来当收这个钱，啊你好的保姆，伊就会认讲，啊我做较济，我嘛干安尼尔，安尼我有啥做？就譬如讲咱拄仔讨论的迄个线区的问题，就是因为即摆安全问题，阮承担的风险大，伊愈来愈侪保姆无要帮家长生囡仔。家囡仔身躯，啊，副食品嘛是，愈来愈侪保姆，因为伊即摆物价拢上涨啊，阮副食品嘛有去用规定，阮干来当收偌济钱，所以愈来愈侪保姆伊敢袂好啊。副食品啊，袂使另外买偌济算偌济，袂使。无呢，阮以苗栗来讲，阮上侪就干来当收1500啊。你看外口买副食品，你买一包回来，家长家己记得偌济钱啊？对啊。啊，阮干来当收1500，安尼对一个保姆爱做。我爱做啊，叫家长家己做来，我帮你请啊。品质会愈来愈歹啊。对啊，安尼你要安怎，互一个有好的迄个托育环境呢？所以这其实是爱足侪大家做伙来去讨论，去想看要安怎去改善这个问题。嘛毋是讲啊出代志就爱保姆规个爱打起来，嘛袂当安尼讲。我感觉是会当讲大家爱做伙来去讨论伊最根本的问题是啥。你是我整理一下吼，是，恁收钱拢有规范，拢写迄个效务表，
拢写伫顶头。应该讲政府有迄个收退费基准，保姆拢爱参照迄个收退费基准来去收钱。对，阮袂当家己决定讲阮要收偌济。有迄个规，迄个收退费基准，伊嘛有政府嘛有规定，伊是安怎出来的？嘿，伊就爱根据阮当地的物价指数甲迄个家庭可支配所得，伊去换算出来一个数字，啊，你保姆家当收加，所以每一个所在伊个数字拢无共款。哦，那讲台北到苗栗，听起来很简就无合理啊。对啊。哦，无合理啊！这，我嘛认为我想讲，这应该好啊，政府请四位去开会，应该好讲一摆啊。这差真济呢吼。差真济啊！对啊，所以你免讲你好的保姆，你伊就感觉讲会加少无是要前进的动力，因为我想法做嘛干安尼。